每一天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初2，约书亚記1章7節安尼講：你一定要勇敢壯大，遵行我的僕人摩西所命令你一切的律法，毋通偏左偏右。安尼，你無論去叨位，攏會事事順利。三個來祈禱，愛願勇敢壯大，遵行一切律法的天父，願感謝你。主啊，你是信實公義的至高上帝，你是人民疼痛的慈愛天父，因着你的疼甲恩典，互阮通成做你的兒女，也佇你的話語中得到生命的光，通勇敢無驚嚇來往前。在阮面對威脅甲引誘的時，阮通持守真理，來堅強徛在。主啊，這時面對人的壓迫，也是引誘，阮常常為心頭袂定來搖動。主啊，求你使阮開力，就親像你吩咐約書亞講，你就勇敢壯大，遵行摩西所命令你一切的律法，毋通偏左偏右。安尼，你無論去叨位，攏會事事順利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